乡亲同乐飞，大家来上飞。哎呦，又见面喽！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朱海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。今个约老大家见面呢啊！真紧哦，今日咩风和日丽之上。然后呢？就来看精彩嘅表演啦。评审欣赏咩？记得要倾分数啦。要傾，嘿，盡量就傾滿分啦。對。接下來介紹啦，哦。P 怎麼樣？天下鄉土客家民謠劇團團作，邱彩雲先生，音樂製作人姚少奇先生，客家新傳師鍾鳳儀先生，今日我有唱到先生來表演。乜嘢啊？蛤蟆先生哦。你入呢嘅紅透半片天呢？哦。桃李滿天下嘅。好哦，總鳳儀先生帶來精彩嘅表演。哎呦！六七相夜真情爱，欢喜少年快。浓情一书相见，爱自心中来。春天百花满山开，春带心相印多应验，明年情意在。孤夜无伴手顶的冷风对面吹，早起晚回袂出家，等着少年家，孤人表弟伊马背，谁家人注定？想要问伊个惊歹势，哎呦，心内多悲悲。第一次这样自拉自唱献给我们永泉同乐飞。哎呦，重赏不厉害，谢谢大家。因為按過冇，哎呦，有
有书哦，有书 boy 哦。钟先生吼，平常时就教青岛学生。对我们客家文化和吃菜，爱吃菜有咁多贡献相当的大，所以今也贡献伫个位啦，贡献都在。有今边要抢贡献也份书，好，今边好就一本开封本太家来2奖金，好看表演，好，那请3位老师今边来替我们把关一下。好，可以啊。什么你哎，看下来看替主的表演。潭水炸表演体由评审颁分数，3位评审每个人各有50点呢，每10点呢代表奖金100万元，迄讲得到满分剩50点，就做得到奖金2000元咯。哎呦，中赏鼓励！哎呦，来呀，所有的姐妹们，秋兰姐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呦，秋兰姐，上都按奖了，哎，那个奖呢？哎呦，你个头眼之光，你故乡，你故乡，有伢故乡的哦。哎呦，头眼中浪人呢？系哦，系啊，哦，真的。去年迄边有个采接活动，106年啊。采接活动系用办的活动啊？就系一条街，一条街，啊就凊彩本人搭。做奖奖的，安尼，啊，像今明日大家看安尼，像今明日安尼做奖奖就可以来采接嘞，来表演啦，来表演啦，本来有唱硬戏。主任之请问一下吼，一个团行嘅嚟成立嘅一叫嘅哈。那文化发展协会吼是14年啦，咁讲嚟嗰有办在13月天。感謝你來呢。好，感謝大家，感謝兩位主持人。今日表現吼，唔係表現到用版嘅。哎呦，按用請那個專業嘅評審老師來公平一下，來唱那個蔡先生好咧。
50年前赖碧霞老师都演的3行的吼，个公爬坡吼是正于13人做2十角色，不过两时候都死推金铺，哈，后上的安用也很好看，也很活泼，我觉得很不错。不一样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哦，什么先生？哎呀，接下来看你个评审欣赏吼，本你个桃园市文化发展协会得到几多嘅分数咧？老师，请给分。台下學說3年歌，謝謝。你謝謝，我就看到你比賽都太出鏡一下。老师，请给分。来，尤老师差你哦，庄老师。有。是5分满分。哎呦，中上鼓励。奖金拿出来。台西啊。哦。那个客家乡亲同乐会吼，小小的心意啦，对那个桃园市文化发展协会吼，一个小小的鼓励，希望继续加油哦。好，什么大家？哈正在嚟哦。好，请一报名哦哈。好，刚刚你 Q 下来看汉族的表演。脚步踏步都理想，一步一步莫行偏。台上演戏3分鐘，台下學說3年歌。開從前場，莫亂衝，一步登天地空。人生舞台戲難演，一路靠自己，腳步踏步都理想，一步一步莫行偏。上演戲3分鐘，台下學是3年歌，開從前場，莫亂衝，一步登天地空。上演戲3分鐘，台下學是3年歌，開
从前长，莫乱冲，一步登天地空。重赏鼓励。哇，阿勇哥，欢迎哦。还一个位一哪一冲哎哟？哎，你好你好，嘿永斌嘿。永斌，我细细我都，你细细我就看到你比赛到台，出鏡一下，你細細係看到他，我冇人多。這個細細有啦有啦，有印象啦。泰國哦，只去羅貝倉比賽得到名次都很不錯前3名。最大的獎是跟那個新北市的哦得到第1名的閩南語歌唱比賽。哎呦，闽南語哦。頭都貼看中國吼，就會一直在旁邊一直看到有老師，老師你真看阿雄國會做什麼？有，佢都評審歌。泰國以前咧唱好多歌唱當多，然後再嚟轉客家歌嘅嘛吼，所以咧氣有客大啲，啊無韻味無共樣，當分嘅。真勁，大將之風。10公演就衝兩首歌曲誒。10公演前樣衝兩首歌，一首歌衝10公演咧。沒，其實我從4年嘅時間，我就看泰國，那時候比吳永斌還帥。那個時候，那現在這個時候，現在比吳永斌還成熟。我好累哦，我都要替你們捏把冷汗。你不要一直挖洞給人家跳，你不要挖洞給我跳。人家講真嘅呢，泰國唱歌經驗，一上台就知道是一個大將之風，可能冇窮樣。冇窮樣係咪？啊，對。啊，喺國語呢發會比一多分，我想先看你的分數，可以嗎？那講你現在誒，假如說交情的話，就是1個啦。啊，實力的話，這個夠傾來一張哈。夠了。哎，那如果是我的長輩來看的話，再看一張。哎，帥度呢？帥度。如果比吳永斌帥的話，那當然再加1個。哦，那存了1分哦。存了1分就是感謝泰國對客家的文化傳承。謝謝啦。真係，其他啲非線上嘅分數。來，看你呢個香港哦，做得到極度嘅分數。之前跳慢分啦。來，重點拿出來。哎呦，你個香港哦，做得到紅包的成果。羨慕，唔係。容易哦。還正在來哦。好。啊，阮撇出高誒。好 ，OK，載歌載舞，載安尼太太來。好。啊，能共下來看下一組嘅表演哦。好。
小妹妹哈。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吴庆华。哎，真厉害嘞！今日愿意评论吗？妈妈，欢迎妈妈。哦哟。你好，你好。请问一下，我们的庆华是几岁的时候喜欢打鼓？他其实从小就很喜欢鼓，到了小学吧4、5年级，问他说，他跟我要一个大奖品，我说他什么？他说鼓，因为我们住公寓嘛，怕吵到邻居，怕被抗议。那我就问他说，那我带他去学爵士鼓好不好？他说好，就他5、6年级开始学到现在。那学鼓当中有遇到什么困难吗？像有时候他有考那个街头艺人，然后桃园的时候。因为竞争太激烈，没有考上，他也是很难过啊。对啊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很难过，是不是？就是如果1、2次的时候有点难过，就说这样桃园的人就看不到我打鼓。哦，哎，其实你今年几岁？20。然后他现在有2张街头艺人证了。然后以前读的高中是裕达高中。是。你也是裕达的吗？我也是裕达，我不是幼保科。学长啊。他是你学长哈。对。哦，看到学长有开心哈。哎呀，桃园人。你今天打鼓，学长看到了，他认为你相当的出色。哎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哈，你学了一个才艺，很多人都看得到你哦。对，因为我是最主要是说，因为。我们也是一个特殊的孩子，我们是一个自闭的孩子，但是因为希望借用这个机会，让知道我们自闭症的孩子还是非常的努力，想要走出来。哎呦，这个要掌声鼓励。对啊，太厉害了。对啊，谢谢。不简单，真的不容易，希望大家鼓励了。好，那我们听评审老师了啊。来谈看那个风纪欣赏。庄老师。今天那个妹妹就是让我蛮感动的，因为就是说她可以把她的生命。就是全部灌神在鼓里面，然后让大家来分享他对鼓的热爱，然后他把那个鼓的那种节奏，然后他的音乐性展现给我们听，真的很棒，很感动。是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老师给你几分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这个听法，C 阿妹哈，得多几分？对，哎，这种满分耶！来，恭喜你！有没有很开心？有，终于，我希望你的鼓呢，你打鼓的时候越来越多人看到，好不好？全世界人都看得到。赚大钱是不是？打鼓赚大钱。天使给的朋友啊，春台前哦，我拿奖金的话，夹打电话来报名，详情通道费哦。我们超级妹妹感谢3位评审先生，还有天使给投钱给观众朋友，以及金本日嘅表演者哦。哎呀！详情通道费，开打对上机，奶奶哈斯加。大片大报名哦！大鼓哦！